Hello，我係 Eunice 啊。咁咧上一集我就拍咗咧我嘅有關職業2次升級3次轉型之後咧，咁好多朋友就私信我啦，就好好奇究竟我每一日返工咧係做緊啲乜嘢嘅。今日就嚟帶大家睇下我普普通通但係又充實嘅一日。每一日一返到公司，第一件事就係檢查家房入邊嘅溫度同埋濕度。講真啦，自從公司開張之後咧，我就真係忙到你咁 hea。以前可能咧真係冇咁深嘅感受，但係自從開始做咗雪茄呢個工作之後咧，我反而更加係明白到屋企人同埋朋友嘅重要性啦。其實除咗係實現自己嘅目標之外咧，更加多嘅係希望多啲時間同埋精力去陪伴身邊嘅家人同埋朋友。咁今晚我就約咗一班好朋友，就去參加咗一個古巴酒家嘅文化活動啦。唔知道大家有冇一種體驗，就係同好朋友好耐冇見之後，一見到面就雞啄唔斷嘅感覺。好啦，今集嘅 vlog 咧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啦。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工作之中揾到個平衡，好好珍惜同家人同埋朋友相處嘅每一刻。拜拜。